咱伫社会中不时会看到一种状况，就是较强势的团体时常霸占有限的资源，较弱势的有当时连肉油都分无。一句俗语讲，到食都无够，哪有通轮到猪？意思是讲，若连卡-手liú-lia的狗-á拢食袂饱，搁较免讲bān-sí-sô的猪仔，根本就无食物通好-ko。这句话常常互人用来感叹资源不足，也是资源分配无公平。尤其是牵涉到利益的时阵，往往是弱势团体互牺牲。资源无够的时阵，要安怎争取？有限的时阵，要安怎分配？就要靠各头人的智慧啊！